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3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约伯记13章13节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3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基督来活。约伯伫咧遭受苦难了后，捌一度来丧失伊的意志。虽然喙内底一再咧甲伊的朋友伫遐咧强辩啦吼，但是事实上伊却完全失去信心啦吼。约伯记13章13节到19节记载着约伯伫迄个大受气的中间所讲的话，迄是为着家己来活，嘛向上帝来控诉辩护的一段话。恁点点换我讲，出在以来，无论什么，我拢承担。我决定冒性命的危险，甲伊辩输赢。我已经无仰望上帝要杀我嘛毋惊。我袂伫伊的面前为着家己所做辩护。我安尼做可能会扣着性命，因为无敬畏上帝的人毋敢面对上帝。着注意听我的话。互我申诉的人会入恁的耳孔，看着我已经准备好势，我知我一定会胜诉。啥人会当甲我辩论？若有，我就无搁申诉，甘愿死。这其实是真济人的样式啦吼，真济人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，上容易会产生的一种情绪。基督徒应该安怎面对苦难、生活以及所拄到的种种的环境呢？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30节，咧写互腓立比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伊安尼写：伊宁可来为着基督来活，毋是为着伊家己来活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若是继续活地会当做较济的效果的工作，我煞毋知要经什么。我进退两难，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加好足济。不过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爱活落去。对这项我确信，我知我要活落去，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安尼我甲恁搁相见的时，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就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会当过去甲恁相见也未，拢会听着恁的代志，知恁拢用上一款的心志徛在，同心做伙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无论做什么，免惊反对者的威胁。安尼，通证明因会失败，恁会得胜。这个得胜是对上帝遐来，因为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恩惠来信基督，嘛互恁为着基督来受苦，来参与相款的征战。这个征战，恁有看到我安怎战，现在搁听见我要得战，为基督来活着。为基督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，也就是咱应该努力的方向。基督徒无应该简单顾家己，这是圣经教导咱的。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。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烂。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来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来衰烂。
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，我的厝边甲我侮辱，连捌我的人嘛拢惊我。伫路年看着我的人拢闪开，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死价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要求要倚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，我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光来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阮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求主帮助阮，敢若为着家己来活，应当爱追求为着基督来活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